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8月3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2篇，箴言21章第1节到第4节，24节到26节，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望求。祷告祈求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了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应许世人的一个赐福。他并且非常明白的指示说，你们若有2、3人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必定要来回应，来应许你们的祷告。耶稣基督他又教导门徒说，你们求就必得，你们敲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但是这真的是完全没有限制吗？箴言21章第1节到第4节，24节到26节，所罗门王的话，他这样说道：上主随意支配君王的心，正向他转移河流的方向。人以为自己所做的都对，上主却审查他的动机。秉公行义比献祭更蒙上帝悦纳。邪恶人狂妄高傲，炫耀自己，这就是罪。自命不凡的人狂妄自大，心骄气傲。懒惰人等于自杀，因他不肯工作。他整天贪求无厌，一人却乐于施舍，毫不吝惜。这里谈到的是贪心不足的祷告祈求。雅各也是这样子的提醒基督徒，在新约雅各书4章第2节到第3节，雅各的话这样说道：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，也不能得。你们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不求；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妄求是基督徒最大的罪，因为这不符合上帝的旨意，更是与耶稣基督的教导相违背。马太福音20章20节到28节记载了耶稣基督的2个门徒与他们的母亲来找耶稣基督的事。基本上这个是建立在贪心，这是妄求。圣经记载，西比泰的妻子带着2个儿子来见耶稣，向他下拜，请求一件事。耶稣问他，你要什么？他就回答，求你答应，在你做王的时候，让我这2个儿子，一个坐在你的右边，一个坐在你的左边。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你们在求些什么事。我将要喝的苦杯，你们能喝吗？他们回答，我们能。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固然要喝我的苦杯，可是我没有权决定谁要坐在我的左右。这些座位我父亲为谁预备，就给谁。其他10个门徒听见这样的要求，对这2个兄弟非常的恼怒。耶稣把他们叫到面前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知道这世上的人有执政者管辖他们，有领导者支配他们，可是你们却不是这样的。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，谁就得做你们的仆人；谁要居首，谁就得做你们的奴仆。正像人子一样，他不是来受人伺候，而是来伺候人的。
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。诗篇112篇，要赞美上主，敬畏上主的人多么有福啊！喜欢遵行上主诫命的人多么有福啊！义人的后裔一定蒙福，他的子孙在地上总会强盛，他的家族富裕繁荣，他的义行存到永远。有光在的黑暗中照耀着正直人，照耀着慈爱、怜悯、公义的人。慷慨好施的人有福了，他以诚实经营业务。义人永不失败，他永远不被遗忘。他不因坏消息惊惶，他的心坚定，一心信靠上主，他不忧不惊。他确信会看见仇敌的衰败，他慷慨周济穷苦人，他的仁义永存，他将强盛，受人敬重。邪恶的人看见义人强盛而苦恼，他们咬牙切齿而灭亡，他们的希望将归幻灭。恳求慈爱的主赦免那一些错误的了解祷告跟赐福的人，帮助他们不贪心不妄求，特别当他们只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，恳求主你赦免他们，帮助他们，更纪念那一些赐福那一些被他们欺负的对象，更求主亲自成为我们的提醒，让我们也避免贪心，拒绝妄求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